听说昨晚又有一名渔夫死了。我倒想会会这些小巧的精怪，看他们有何能耐。平时这些水碎只能戏弄戏弄人，现在竟然敢吃人了。邹军，不管昨日乡民看法如何，可有人看到这湖里作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些精怪极为狡猾，一旦被拖入水中，极少有生还者，竟没人见过他的本来面目。那邹军，摄灵一事可有进展？魏公子，何来有此疑问？这云深不知处，自古以来灵脉涌动不止，可是如今一下子有修士被摄灵，一下子又出现了水碎作乱，你说他们两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摄灵一事，兰氏还在追查，只不过这一为摄灵，一为精怪，想必其中未必有什么联系。可是魏公子，眼下还是除祟要紧。邹军所言极是，咱们就不要再耽搁时间了。哎，蓝湛，你和我。蓝湛，我问你，是不是摄灵一事有什么进展？尚未。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哥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呀？你也觉得对不对？你也觉得你哥有事情在瞒着我们？而且我觉得呀，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什么小事，不然怎么可能？夜猎途中，禁酒。蓝湛，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规矩啊？我一口还没喝，你还我酒！诸位小心，前面便是作乱之地。邹无君，这些水祟聪明得很，要是他们一直躲在船底不出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一直找下去啊？找不到怎么办呀？职责所在，找到为止。蓝湛，看我！无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水碎。难道他们被什么东西异化了？魏公子，你怎知他们在船底的？简单，吃水不对。怎么不对？刚才他的那艘船上明明只有一个人的重量，但是吃水却比两个人的重量还要多，所以船底一定有水碎在作怪。果然经验老道。蓝湛啊，我刚才不是故意要泼你水的，只是那些水碎太精了，我要是说出来，他们可就全跑了。喂，蓝二公子，你刚才把我酒抢了，我也没说什么。咱们就当是礼尚往来，好不好啊？离我远点儿。
此剑何名？随便。随便。此剑有灵，随意称呼，视为不敬。我不是让你随便叫，而是他的名字就叫随便。喏，自己看。啊，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肯定想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其实吧，也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江叔叔在赐剑给我的时候问我想叫什么，我想了20多个，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就随便答了个随便。现在想想，随便2字也不赖嘛。荒唐！啊？我觉得还好吧。雾越来越大了，大家小心点。江城，你怎么样？江城，你在哪儿？我没事。江公子，温姑娘，你受伤了。温姑娘，我没事。江城，你到底怎么样啊？我没事。还好只是皮肉伤，过2、3天即可痊愈。这湖水的颜色，立刻回去。这水中之物是故意把船引到碧灵湖中心，快走！怎么回事？快看，他们聚到一起了。水行渊，是水行渊。这是水碎异变后结合到一起，引发了水行渊。他们要把我们都吃下去。魏公子，这可怎么办呀？羽箭。
蓝湛，幸好你出手及时。不过你为什么要揪我领子呀？你拉着我不行吗？你这样我好不舒服啊！这样吧，我把手伸给你，你拉我吧。哎，我不与旁人触碰。哎呀，我们都这么熟了，还算什么旁人啊？住手！哎呀，哪有你这样的？哪有你这样的？被人揪着领子吊在半空的时候，能少说2句吗？哎，闭嘴！你。魏无羡，你来做什么？我来看温宁啊，门又没锁。不过，他到底怎么了？怎么一直昏迷不醒啊？魏公子，阿宁需要休息，没事的话你请回吧。这个给你，这是给温宁防身用的。防身？虽然我医术不如你，但是如果论及法术的话，我还是有一手的。温宁是修仙之人，不会脆弱到一落水就昏迷不醒。温姑娘，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魏无羡，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温宁以前是不是有过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所以才导致他这么容易被邪祟侵扰？温姑娘，不管你们来云深不知处干什么，我都希望你能让他拿着这个符咒，我也希望这个符咒能够帮到他。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我。如果你觉得这个符咒没有用的话，你就把它扔掉吧。云山后山难道真有什么秘密？哎，鸡兄，原来是你啊！哎，鸡兄，我刚不是故意的啊！你说你也是，不声不响，问也不问，害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哎，鸡兄，我跟你说个秘密，我刚刚听到后山有动静。我怀疑有人私自潜入后山，你说这一切会不会和摄灵有？哎，你干什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哎，痛！
哇，好字啊，果真是上上品。忘机兄，蓝忘机，蓝湛。哎，你可不要这样看着我啊！是我叫你忘机，你不答应，我才叫你名字的。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可以叫回来。把腿放下。哦，好啊，放下。对了，忘机兄，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蓝二公子，你别说两句又不理人啊！我是专门向你道歉，向你认错的。啊，是那天晚上，我是不应该翻墙，是不应该喝酒，是不应该跟你打架的。但是我发誓，你们家的那个家规啊，我真的没看过。否则，我肯定不会当着你的面把那坛天子笑给喝掉的。我会揣怀里带回房去偷偷喝。而且，咱们来讲讲理啊，先动手的人是谁？是你。要是你不先动手的话，咱们俩还可以好好聊一聊。我这个人呢，要是别人先动手，我是非还手不可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全都赖我，是吧？哎，南二公子，你有没有在听啊？南二公子，赏脸看看我呗。再抄一遍。哎，别呀，我跟你说对不起了。你根本毫无悔过之心。哎，我有啊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想听多少遍都行，要不我跪着说也行啊。姐姐，姐姐，你又去哪儿了？姐姐，自从你来到姑苏之后，就经常不见人影。你是不是真的在找什么东西啊？你给我记住，阴铁的碎片和大梵山那块是一模一样的，你应该不会忘了吧？把它找出来，带回来。姐姐，我不问了，你别太累了。阿宁，自从来到云深不知处，你有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异常啊？没有啊，姐姐，你给我的药我都有吃。我们这一脉世代行医，我却治不了自己弟弟的病。要不是当年，姐，别说了。阿宁，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你离开不夜天。
那，书抄完了。抄完了。对了，明天起我就不来了，这个送给你。啊，对了，忘了加个东西。完成。无聊是吧？我就知道你要说无聊，你能不能换个词，或者加2个字啊？无聊至极。果然加了2个字，谢谢你啊。魏婴，我在。哎，来着，注意仪态啊！我今天也是带了剑的。你家藏书阁还想不想要了？不知羞耻。这种事情也要羞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没看过啊，我不信。你出去，我们打过。哎，不打！云深不知处禁止斗殴，你不知道啊？哎，拦着！不要！哎！蓝湛，简直暴殄天物啊！你真的滚！好你个蓝湛，都说你是佼佼君子，择世明珠，最知礼不过。我今天看也不过如此嘛。这云深不知处禁止喧哗，你竟然敢叫我滚！滚就是了，我最会滚了，不用送我了。哎，他居然叫你滚！魏兄，你可真是太嚣张了！我是第一次听见蓝忘机叫人滚，你是怎么做到的，魏兄？可喜可贺，我今天就帮他破了这个禁。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本公子是第一个人。你得意什么？这有什么好得意的？被人喊滚是件很光彩的事吗？咱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完了。我可是有好好给他道过歉啊，他不但不接受，还禁我这么多天言。我逗逗他怎么了？只是可惜了我聂兄的那一本《珍品美人图》，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他倒好，给他看他还不高兴，白瞎他那张脸。哎，不可惜，兄弟我呀，要多少有多少。哎，对了，你没把我供出来吧？我是那种出卖兄弟的人吗？把蓝忘机和蓝启仁得罪透了，明天就等死吧，没人给你收拾。哎呀，江城，管那么多干嘛？先斗了再说嘛。再说，你给我收尸收了这么多回了，也不在意再多这么一回，对不对？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不要让我知道，也不要让我看见。哎，滚！哼。这不是岐山温室豢养的枭鸟吗？怎么在这儿啊？岐山温室，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养的？我们清河就在岐山脚下，经常能看到这种鸟飞来飞去的。哎，据说这是岐山温室用来监视用的。那这鸟飞到云深不知处干嘛？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们温室管天管地，还要管咱们听学？兄长，最近后山处结界总有异动，虽未遭破坏，却总有干扰。可查到有谁出入后山？魏婴，
兄长，是否加固结界？这结界乃仙人所设，只要他不去，结界就不会散。他？此事暂且不提。王杰，宗主，弟子参见宗主。二公子，免礼。何事？刚刚有乡民来报，说是采邑镇近日水隧频频作乱，屡有乡民被害。乡民请愿，希望兰氏能出面清理此害。水隧，采邑镇一带的人都深谙水性，鲜少有落水的惨事，怎么会养出水隧呢？这，弟子不知。宗主，需不需要弟子前去除祟？你替我回复乡民，明日一早我会亲自下山去除水隧。宗主近日劳累，像水隧这种水中草木作乱形成的小精怪，弟子愿为代劳。此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你准备一下吧。是。王吉，明日随我一同下山。是。师姐，师姐，哎，温姑娘，温姑娘，江公子，温姑娘，你怎么在这里啊？哎，温姑娘，你怎么只理他不理我呀？阿谢，你们来了。哦，来了。师姐，你怎么了？这几日连下了几天梅雨，今早去溪边时觉得头昏脑胀，幸好遇到温姑娘，不仅送我回来，还给我用了几贴药，已经好多了。姐，你生病了，怎么也不跟我们说呀？都怪蓝湛那个小古板，把我关了3天禁闭。师姐一定是想我想病了。温姑娘，这次多谢你了。江公子不必客气，我是医师，治病救人本就是本分。师姐，我听说蓝先生去了清河参加了清谈会，这几日啊，我们可以不用听学。我还打听到泽无君要下山夜猎除水隧，如果我们现在出发的话，应该来得及。水隧？是啊，听说最近采邑镇水隧频发，很不寻常。泽无君，泽无君，邹无君，魏公子，江公子，你们……邹无君，听说近来碧林湖周遭有水隧作乱，而这几日我们也不需要听学，所以想跟着邹无君一起历练历练。对啊，让我们一起去吧。不合规矩。有什么不合规矩了？我们云梦水天一色，我跟江城自小在湖边玩耍习惯了，水隧对我们来说啊，不过小菜一碟。况且这几日又不用听学。没错，邹无君，云梦湖多水多，我们一定能帮上忙的。不必。那么2位公子，便随我一同下山吧。蓝宗主，我也想去见识见识。泽无君，温姑娘精通医术，除水隧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如果附近村民有个什么意外的话，她还是可以帮忙医治的。那就请温姑娘随我们一同下山吧。阿姐，阿姐，等等我！温宁，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阿姐，我听说你们要去除祟，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见识见识。阿宁，此行可能会有诸多危险，
让你留在京舍，你怎么不听话呀？温姑娘，令弟天赋异禀，剑法超群，这次去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况且有我保护他，应该不会出事的。除水隧这种小事情，出不了什么事的。蓝宗主，我弟弟年幼不知轻重，只因岐山多山少水，觉得除隧好玩，这才贸然赶来。不过蓝宗主请放心，我和阿宁绝不会参与除隧之事，还请蓝宗主通融，让我弟弟一同前往。温姑娘言重了，那既如此，我们便一同走吧。兄长为何带上他们？此事不是小事，不宜玩笑打闹。我刚看你神色，好像有点想让江氏两位公子一起去，所以才答应的。难道不是吗？二位客官里边请。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人打扫啊？客官，您就多担待点吧。不瞒您说，自从这湖水开始吃人之后，本店就再也没有来住过店的客人了。您二位是头一波，所以烦劳就自己动动手吧。吃人？这水隧不就是水中的草木作祟吗？怎么还能吃人啊？也不知道这湖里有什么东西。这碧灵湖啊，这些年都是风平浪静的，可不知怎么着，2个月前来了批外地客商，他们的船沉了。开始也没太当回事儿，可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竟有许多本地的船夫都翻了舟。这些年也没这种事儿啊。那船上的人呢？吃了，那些人都被吃了。可看到何物吃人？这倒是没有。那你们如何肯定是湖里的东西干的？这些人当然被吃了，那么多人掉下去之后都没上来，连尸体都没有。望吉兄，你觉得这碧灵湖里的东西是不是水隧啊？未知全貌，不予置评。可是我觉得不是。哎，你说，如果这湖里的东西不是水隧，是什么呀？哎，要不这样，我们2个来打个赌，看我们俩想的是不是一样的。无聊。蓝湛，蓝湛，唉，真是无趣。卖梳子嘞！卖梳子！卖梳子！卖梳子嘞！小郎君，买把梳子送姑娘吧。不用了。哎，小郎君别走啊！梳子代表相思，送姑娘正合适。
忘机，你在想什么？水星月，魏无羡所说之事，并非没有道理。修士设灵，水星渊作乱，其中的联系，兄长可有线索？忘机，此事我也尚未明了。我只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可如若真是，恐怕你我也左右不了。蓝湛，吃枇杷。不用。哼，真是没情调。赞成，接着。你想吃枇杷，我买一筐回去。不想。复苏天子笑，上好的天子笑嘞！天子笑，上好的复苏天子笑嘞！天子笑，上好的天子笑嘞！怎么才来？我去拿了些花生。哎，魏兄，你这酒还真是不错啊。那是当然，在姑苏啊，就得喝这天子笑，气味幽淡，入口醇厚，清而不烈，纯而不妖。哎，喝酒就喝酒，说的跟人一样。哎，江兄，我呢倒觉得魏兄说的非常好。所谓醇酒比美人，自古有之嘛。来，照这么说啊，你们啊，就干脆闻着酒味儿找仙女算了。如果有酒的话，那也可以啊。姑苏来世的人怎么受得了你？我怎么了？像你这种标准，才没有人受得了你呢。哎，魏兄，什么标准？魏无羡，你敢说？美女，天生的美女。你，魏无羡，温柔贤惠，勤俭持家。还有，还有家世清白。你再说，说话不能太多。魏无羡，嗓门不能太大。你还跑？魏无羡，魏无羡，还有胸围不能太高。还有，喂，你花钱不能太狠。我让你说，魏无羡。江兄起来着。你们在干什么？都说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既然望基兄你来了，那不如我们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好好聊一聊。云深不知处，敬酒。哎，蓝湛，别这么古板嘛。今天大家降了水行渊，立了功，庆祝一下嘛。你们几个到戒律堂领罪。什么堂？是他什么？哎呦，蓝湛，你看他们醉成这样，肯定走不了路了。要不然这样吧，你还是陪我坐下，我们俩喝一杯，好好的聊一聊。哎，蓝湛，你们不去，我找人来请。哎，蓝
蓝湛，蓝湛，蓝湛。哎呀，蓝湛啊，你过来，坐下，把这个酒喝了。我没骗你吧？好喝吧？蓝湛，蓝湛，你脸皮这么厚的吗？厚到连红都透不出来了。啊，蓝湛，啊！蓝湛，你回你的寝房去睡好不好？啊，你别睡在我这儿啊！啊！哎，想不到平日高高在上的蓝二公子，也会落在我的手上。蓝二，叫魏哥哥。魏哥哥，何事？这你倒反应过来了，你墨额歪了。歪了？嗯。哎，我帮你。走开。哎呀，歪了，还是歪了！哎，干嘛？我只是帮你调整一下墨额，你那么紧张干嘛？墨额乃重要之物，非父母妻儿岂能触碰？妻子，你笑什么？我笑你们蓝氏啊，规矩又多又矫情，哪个女子敢嫁你为妻？打一辈子光棍吧你！也好，我说，你们蓝氏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无趣啊？你爹就跟你一样无趣，那你娘岂不是很无聊啊？我没有母亲。怎么可能没有母亲？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我4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按理说应该也是记事的时候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只记得那些被野狗追赶的情景。爹娘长什么样，我已经记不得。我只记得一个情景，我娘扶着我骑在驴子上。爹在前面走，娘好像讲了一个笑话，然后爹笑了。蓝湛，来，这杯酒我敬你。不，应该是敬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干了！
叔父连日奔波辛苦了，清谈会如何？这次见到聂宗主，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清河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些人的脖颈上同样也有红色的裂痕。那他们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聂宗主也正在探查。云深不知处，可安好？近日温氏众人倒是安分，只是碧灵湖出现了水碎异化的事情。仔细说来，正要向叔父言明。前几日我带了几名弟子去碧灵湖中除祟，发现那湖中的水草木妖皆出现了异化，形成了水行渊。之前从未有过如此情况，当时魏公子便猜测，这有可能和摄灵之事有所关联。魏公子，魏无羡，正是江宗主的大弟子。这个魏无羡，可是藏色散人的？正是魏长泽公子和藏色散人之子。哼，怪不得这个魏无羡，鬼心眼这么多，简直跟他娘一模一样。报，蓝先生，泽无君。何事？魏无羡带着几个听学的子弟偷偷喝酒，结果被抓住了。二公子也在其中，忘机也在里面。放肆！忘机有错，请叔父、兄长重罚。先生，泽无君，我们偷喝酒确实违反了蓝氏家规，但是蓝湛他是……胡闹！魏无羡，你的禁闭还未关足，竟又惹出祸端。你是想把云深不知处搅成什么样子才肯罢休？你不要以为你母亲是藏色。先生，您认识家母？先生，闭嘴！王姬，魏公子非蓝氏中人，而你却是明知故犯。忘机知错。泽无君，是我拉着蓝湛喝的，他并不是自愿的。忘机知错，愿领重罚。你这个人怎么自己找罚受啊？为首者魏婴，罚戒尺300下。蓝湛与魏无羡同罚，其他众人每人50下戒尺，以示惩戒。300下，这么长的戒尺，我还有命回云梦吗？打！阿成，你对阿贤一向看得很严，怎么昨晚你还一起胡来了？姐，还是别提了。回云梦以后，千万别跟爹娘说我挨了50戒尺这件事。那我挨了300下戒尺，也别提了。事情还不是因你而起。那天子笑谁没逼着你喝呀？好了，你们两个还要吵吗？啊，师姐，我哪儿都疼。哎呀，这次便是给你个教训。
你先忍一下吧。等下课以后，我给你煮些当归汤。师姐，我这个伤啊，要多吃肉才能好。要是有当归炖羊肉就更好了。哦，你们两个啊，哎呀，哎呦，邹无君，邹无君，邹无君，我可是又违反家规了。你们昨日啊是过分了一点，不过叔父也在气头上，罚你们也是重了一些。那戒尺极重，你这后背上的伤，没有10天半个月，可能难以恢复了。啊，我这伤要10天半个月才能恢复啊！我与你只一个地方疗伤，恢复的会快一点，避免影响学业。多谢邹无君关照。邹无君，我母亲。哦，魏公子，藏色散人当年与我叔父是学友，我叔父行为严正端方，可令辞他，就只能说与魏公子的行事一模一样。啊，所以魏公子也不要埋怨叔父对你严苛了一些，实在是。叔父当年的胡子留的可真是不易啊！碧灵湖、水行院、白铜县。原来如此啊！阴铁在水中。蓝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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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好地方你怎么不跟我说啊？太不够意思了。你怎么进来的？邹无君让我进来的呀。哇，好凉啊！真的好凉！哎呀，好凉，好凉啊！好冷啊！不要乱扑。我知道，可是这水太冷了，我要是不折腾的话，我就会血液凝固，四肢僵硬而死。蓝湛，喂，蓝湛，你这个人真是的。好吧，虽然你平时有些古板、迂腐、沉闷，还有一点无聊，其实我一开始也特别不服你的。但是我们交过2次手之后，又打平了。我魏无羡呢，对于我认同的人，很想跟你交朋友的。不需要。你这样就没意思了。我跟你说啊，跟我交朋友呢，好处可多了。你干什么？脱衣服疗伤啊，嘿嘿。
哎，你别走，你别走啊！我不脱了还不行吗？哎，蓝湛，你去过云梦没有？云梦很好玩的，云梦呢也有很多好吃的。哎，不如这样，如果你去莲花坞的话，我给你摘莲梦，还有菱角，好不好？不去。那好吧，那我只有告诉你一个惊天大秘密：云梦有很多美女。蓝湛，你有感觉到什么异样没有？蓝湛，蓝湛，这什么地方啊？冷泉下面怎么会有漩涡暗道啊？这什么地方这么奇怪？水这么冷，还不结冰？蓝湛，等等我！这是什么东西啊？玄沙术。玄沙术，这不是你们蓝氏的家传绝学吗？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全部冲我来啊？弦上有蓝氏剑纹封印，他不攻击我，应该是感应到我乃蓝氏族人。这兔子头上为何会有蓝氏墨额？听说所有蓝氏子弟自小就要佩戴墨额，墨额认主，还有法力。怎么连兔子头上也有墨额呀？法力，墨额。蓝湛，墨额，把你的墨额给我！哎，快！
我倒要看看这是什么宝贝，还不许外人靠近。不要乱碰，此琴不可多得，又有法力加持，以闲杀之术攻击外姓之人，想必是某位逝去的蓝氏先祖之物。我就看看，绝对不动。报驾，先祖之物，不可如此轻慢。不拿起来，我怎么看个究竟啊？我自有办法。问灵，早就听说过你们姑苏蓝氏有一门家传绝学，可以通过弹琴跟仙人交流。谁啊？岐山温氏、姑苏蓝氏、云梦江氏、安岭金氏、金轮聂氏、沙仙山、回阴田、沙仙山、回阴田。蓝湛，这什么声音啊？不密，小心提防。听起来好像是五大世家在清剿什么门派。阴铁又是什么东西啊？从未听说。阴铁不详，不提也罢。叔父，忘机和魏公子未必就是遇到了什么不测，我已经派人四处寻找了。忘机自有勤勉，绝不会和魏婴一样胡闹。如今他二人在冷泉失踪，我只怕和……叔父是担心……山雨欲来呀！魏公子，二公子，蓝二公子，魏公子。哎，阿姐，阿姐。你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带人再去那边找找。阿成，一定要找到他们。放心吧，阿姐，我一定会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教官妈，小心啊！姑苏来是后爵蓝湛，拜见蓝衣前辈。她就是那个姑苏蓝氏唯一的女家主，创立闲沙书的那个蓝印。云梦江氏后学魏婴，拜见前辈。前辈，原来这些带墨额的小白兔是您养的呀？这兔子本是我养在寒潭洞作伴的。这些年我灵力渐弱，它们贪玩，经常跑了出去。前辈，传闻您仙去多年，为何？一定是与阴铁有关吧？这件事是我这辈子所犯最大的错，而我为此也付出了用毕生灵力压制阴铁的代价。前辈，这阴铁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刚才的那些喊杀声，究竟来自何处？如今风静文，法力日渐消散，我的灵识也越来越弱。你们又来了，这难道就是天意？前辈，几百年前，这块阴铁还不是碎片。曾经的夷陵乱葬岗是一片仙山，而薛崇海也是当年法力最高强的国师。百年之事已不可考，谁也不知道当年名盛一时的薛崇海为何会用磁铁吸纳怨气，以活人为生。控制一只上古妖兽屠戮玄武，大肆屠戮仙门众派，一时间生灵涂炭，终于难以收拾。所以五大世家就联合起来杀了薛崇海。魏公子果然聪明，杀薛崇海，朕屠戮玄武，一时间尸骸遍地。而夷陵仙山也从此变成了乱葬荒地。前辈，那后来阴铁下落如何？阴铁因摄取太多活人灵石，怨气难消。摄灵？不错，阴铁本是天生至宝，可吸纳天地之气。后来因薛崇海以活人为生，摄取活人灵石，甚至修饰灵人，这时阴铁怨气四溢，再没有可能度化。交出阴铁！文毛，你们的下场会和我一样的！后来五大世家决定镇压阴铁，将其断成碎片，置于四方灵脉充沛之处。为防止重蹈覆辙，五大世家协定，
再也不对后世提起阴铁之事。前辈，恕晚辈直言，如果这阴铁真的可以吸纳天地之气，若是我们加以利用的话，未必不能。魏婴，没想到，魏公子你说的和我当年所想如出一辙。我身为女子，自进任兰氏家主以来，一直饱受非议。正逢百废待兴之际，多年以来，我力图打破陈规，探寻创新之道，一生就为了振兴兰氏一脉，却遭受阻碍重重。后来，我与好友抱山散人促膝长谈，偶然间听他提起了阴铁。抱山，前辈，你与抱山散人相熟？抱山乃是我这一生唯一的知交，然而我却辜负了他。此话怎讲？在得知阴铁之事以后，我夜不能寐，阅尽数百年兰氏所藏典籍，终于从前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推测出兰氏先祖带回的这块阴铁碎片所藏之地。寒潭洞灵脉充裕，四方之寒之气汇聚于此，凝结了永世不动的一池寒潭。不仅是冷泉的源头，也是封印阴铁的绝佳之地。所以前辈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一枚阴铁碎片。阴铁无法度化，前辈又为何想找到它？我当年所想和魏公子一样，当年我年轻气盛，又怎会轻易听取他人所言？只怕度化不成，反被操控。宝山当年也是如此告诫我的，但我一生一向我行我素，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我当时一心只想着力排众议，将兰氏绝学发扬光大，便不顾他的劝阻，私自来到禁地。想不到这件事我终究还是错了。之后呢？抱山前辈可知道此事？蓝影，你可知你这一去会有什么后果？我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是为了兰氏一门着想。你为何阻拦于我？阴铁愿力凶险异常，前人尚且无法将其净化，你可曾想过，你一旦开启封印，却控制不了，那……我身为兰氏家主，创立咸杀术，前人不能之事，不代表我辈就不可以。之后的事情，你们也猜到了。我终是无法度化阴铁，不仅无法将他们度化，我还闯下了大祸。阴铁的封禁文一旦解除，就再也无法封印。我试了无数次，不但未能成功，还遭到反噬，身受重伤。
冰铁被我临时封印，而我却再也不能离开这里。嗯。